咁智能合約係咪真係萬能呢？咁啊未必，因為現階段咧仲有幾個好重大挑戰同埋一定要面對啦，而且有啲問題已經曾經造成一啲真實而且好嚴重嘅後果。第一就係佢嘅編碼風險，智能合約咧一旦部署咗就冇得改噶啦。雖然呢個保障咗不可更改嘅特性啦，但係同時間亦都代表咩啊？一旦寫咗出嚟，寫錯咗就冇得改翻轉頭噶啦。最經典嘅例子啦就係2016年嘅 DAO Hack。咁 DAO 係當時最大型嘅去中心化自治組織之一，基於以太坊嘅智能合約結構入邊嘅，咁有籌過超過1億美金嘅 ETH，但係由於程式碼邏輯出現漏洞啦，有啲人就利用咗呢個漏洞，合法對根據合約嘅邏輯去將入邊啲錢轉走。咁技術上咁樣講咧，佢並非係一個黑客入侵，而係按住合約嘅執行，正正凸顯出 code is law 嘅副作用。code 唔係完美，寫錯咗咧就係法則本身嘅出錯。咁最終啦，佢哋嘅社群都決定硬分拆啦。咁以太坊就分成兩條鏈，Ethereum 而家比較主流嘅版本啦，同埋 Ethereum Classic。第二就係 Oracle Problem。咁智能合約本身上面啦，可以讀取鏈上面嘅資料，例如賬戶啊、交易記錄啊。但係現實生活中其實有好多好重要嘅資訊嘅，例如匯率啦、氣候啦、比賽結果啦，呢啲全部都係鏈外嘅。咁智能合約要讀呢啲資料嘅時候咧，就要靠 Oracle 原機去餵入啦。但係如果 Oracle 提供呢啲假嘅資料，或者俾黑客攻擊咧，就可能導致錯誤嘅結果。例如一份氣象保險合約，Oracle 錯誤咁樣餵入咗落雨嘅資料，咁個合約咧就會自動賠錢。咁即係其實可能當時根本上就冇落雨。咁目前好似 Chainlink 呢啲例子啦，就係專門提供一啲安全去中心化嘅 Oracle 網絡，但係成個風險咧都仍然存在嘅。第三就係 gas fee 太高，咁以太坊啦作為一個主流嘅智能合約平台，當交易量比較多嘅時候啦，網絡就會好擠擁，咁手續費 gas fee 就會大幅上升，咁個簡單嘅合約互動都可能要幾十或者上百蚊嘅港幣，咁其實佢都唔係好利好關於一啲小額或者日常嘅應用啦。雖然而家有越嚟越多嘅 Layer 2方案去比較緩解佢啦，但係都未非常之普及嘅。